聖靈降臨後第9主日崇拜開始。使徒行傳第9章31至到43節，聖經咁話：那時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處的教會都得平安，被建立。凡
凡事敬畏主，蒙聖靈的安慰，人數就增多了。彼得周遊四方的時候，也到了居住呂大的聖徒那裡，遇見一個人名叫以尼亞，得了癱瘓，在褥子上躺臥8年。彼得對他說：以尼亞，耶穌基督醫好你了，起來，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來，凡住呂大和沙崙的人都看見了他，就歸服主。在約帕有一個女徒，名叫大比大，翻希臘話就是多加。她廣行善事，多施周濟。當時她患病而死，有人把她洗了，停在樓上。呂大原與約帕相近，門徒聽見彼得在那裡，就打發2個人去見他，央求他說：快到我們那裡去，不要耽延。彼得就起身和他們同去，到了，便有人領他上樓。眾寡婦都站在彼得旁邊哭，拿多加與他們同在時所做的裡衣外衣給他看。彼得叫他們都出去，就跪下禱告，轉身對死人說：大比大，起來！他就睜開眼睛，見了彼得，便坐起來。彼得伸手扶他起來，叫眾聖徒和婦女進去，把多加活活地交給他們。這事傳遍了約帕，有許多人信了主。此後，彼得在約帕一個俏皮匠西門的家裡住了多日。今日我哋好多謝卓淑君傳道為我哋證道，佢嘅題目係不要怕，起來。喺宣道之先，我哋一同唱詩，普天頌讚447首，天父看顧歌。
對上一次好似係冬天嘅，我嚟嘅時候。咁今日好開心啊！再次嚟到大家當中，多謝詩班啦，頭先同我哋唱咗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亦都多謝揀啲啱啱呢首嘅讚美唱詩，係入邊嘅歌詞都好配合今日嘅主題。係啦，感謝天父。我哋開始之前一齊有個禱告啊！真係主，感謝你帶領住我哋每一個嚟到你嘅面前，我哋同心喺你嘅殿中聆聽上帝你自己説話。求聖靈幫助我哋，將我哋而家心思意念，我哋都能夠去安靜靜聽上帝你自己嘅教導、你嘅提醒，亦都俾我哋今日有精神去聽上帝你自己嘅吩咐，俾我哋有勇氣、有信心行上帝你要我哋行嘅道路，亦都俾我哋有呢個嘅信心，我哋能夠去改變今天你要我哋改變嘅事情。感謝天父喺當中帶領住我哋每一個，我哋奉我哋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們。好，今日咧我揀呢個主題咧嘅時候咧，我係啱啱咧就係聽到呢個新聞，就係關於委內瑞拉呢個嘅地震。大家都知係好罕有係嘛？1分鐘之內可以震2次7級以上嘅大地震。原來同一日咧喺美國同日本都發生地震，我唔知新聞有冇提到。今次嘅地震咧造成咗5000幾人死亡，其實個傷亡好嚴重。過咗冇幾耐，7月7號咧，呢個美伊咧又再爆發呢個戰爭啦，嗰個和解協議又告吹。呢個係委內瑞拉啦，大家見到新聞可能會見，呢個就係伊朗嗰邊嗰個情況。亦都造成好多無辜嘅傷亡啦。我哋擔心嘅係油價啦，當地嘅人係擔心係安危。7月15號，我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一朝早起身望出去係點㗎？成個天係橙色啊，又黃啊，你係咪以為主耶穌翻嚟咧？我一朝早咧就收到呢張嘅圖片，我唔知大家見唔見到啊？有個好紅嘅太陽，係好似日落咁喎，但係朝頭早嘅時候。然後先知道原來西北部發生咗山火，到而家都未救熄啦。呢個俾我哋睇見係上帝發出嘅警號，越嚟越近。我哋嚟到加拿大咧，就快4年啦。9月就係慶祝我哋嚟到加拿大4週年。呢個9月咧，我哋終於有機會咧可以翻香港啦。我哋4年冇翻過去。心情一定好興奮啦。除咗買機票咧，做定啲功課，諗住上網睇定下新聞。其實平時都有聽下呢個中文電台關於香港嘅新聞嘅，但係一定唔夠上網多嘅。一上網睇嘅時候咧，睇嚟睇去全部都係唔係啲騙案啊，就係啲風化案啊，有好多嘅自殺啊。睇完咧個心情咧好沉重，然後都唔能夠再睇落去，然後咧就好快咧就諗翻起聖經入邊嘅對我哋嘅提醒。喺馬太福音咁講，佢話咧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嘅愛心才漸漸冷淡。喺啟示錄咧亦都咁講喎，當天使咧揭開咧第6印嘅時候，我又看見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呢度形容嘅日頭咧變黑咧，即係變咗一個黑色嘅太陽。我今日咧呢啲嘅經文、呢啲嘅圖片唔係想嚟嚇大家，而係咧好想更加嘅鼓勵大家，唔需要懼怕。今日呢個世界咧好多嘢都叫我哋擔心、害怕，呢個係世界嘅王所做嘅一切。我哋好怕打仗啦，好怕再有疫症啦，亦都好怕死亡。但係今日咧，我哋透過彼得行咗2個嘅神蹟，好想大家咧去知道今日上帝嘅心意咧，其實係更加要我哋有信心、有勇氣面對呢個黑暗嘅世代。更加嘅重要就好似馬太福音呢度講，叫我哋嘅愛心唔好因為呢啲事咧丟淡，因為聖經講得好清楚，神就是愛，有愛嘅地方咧就有神嘅同在。今日咧我揀咗呢個嘅譯本咧係當代聖經當代譯本，係啦，可能大家咧未必咁熟悉，但係咧入邊有啲嘅字眼咧，我相信咧可以成為我哋嘅參考。
同我哋咧平時讀嘅和合本有少少嘅唔一樣。咁咧頭先讀咗我就唔讀啦。好啦，咁咧經文咧佢呢度提到喎，呢個嘅彼得咧喺兩個地方行咗兩個嘅神蹟。咁咧但係當我哋咧仔細望下啲10幾節嘅經文咧，我哋發覺有一個重複發生嘅情況，就係每當咧有一個地方好多人信主咧，彼得咧就會去到另一個地方嘅喎。我哋睇一睇喎，喺31節佢話咧，當時咧人數咧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去到32節，彼得咧就去到呂大呢個地方。然後35節，當呂大同沙崙嘅人咧都歸信咗主，即係好多人信主啦。到39節，彼得咧就去到約帕呢個地方。然後42節，約帕咧又有好多人信主咯喎。去到43節，彼得咧就去咗一個叫西門嘅屋企。你話唔係喎，仲係喺約帕喎。但係咧呢個嘅西門嘅屋企咧，相信咧唔係一般猶太人聚居嘅地方，因為呢個經文特別講到佢嘅職業係一個皮革匠。大家知唔知咩叫皮革匠咧？屋企都有件皮褸㗎嘛，大家。皮革匠咧就係用動物嘅皮製作唔同產品嘅一個行業，即係一個工作啦。喺耶穌時代咧，皮革匠一定唔會受到歡迎嘅，因為咧猶太人咧好清楚知道上帝講過，佢話咧如果你接觸咗屍體咧，會點啊？會變得不潔淨。喺利未記咧咁樣講喎，佢話你哋食得嗰啲走獸，如果死了，有人摸佢咧，必不潔淨到晚上。但係呢個彼得呢個西門咧，日日都掂呢啲嘅屍體，所以你諗下，一般猶太人會唔會同佢交往咧？唔會啦。咁但係咧，點解彼得會走去住喺佢屋企咧？仲要住咗多日喎。原來咧呢個係上帝獨特嘅一個嘅安排。喺接住嘅第10章咧，我哋就見到咧彼得咧就將福音咧唔係帶到俾猶太人，而係去到一班嘅外邦人當中。而呢班外邦人喺猶太人眼中咧就係視為不潔淨，所以彼得先係住喺西門屋企。然後咧接住嘅第10章，佢就將呢個福音咧帶到去俾一個叫羅馬嘅百夫長叫哥尼流一家，大家可能都有啲熟悉。咁咧佢全家咧當日咧就信咗主，同埋接受咗彼得嘅洗禮。咁咧我哋今日咧進入經文第11章，31章咧31節咧就俾大家睇下咧當時教會嘅情況係點喎。經文話當時咧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各地嘅教會都好平安。點解咁平安咧？大家咧記唔記得掃羅呢個人物啊？係教會嘅大魔頭係咪啊？係啦，佢迫害好多嘅信徒咧。但係咧喺呢節31節之前咧就講到咧掃羅因為遇見主耶穌，佢嘅生命改變，佢成為咗一個基督徒。所以當時嘅教會咧稍為有啲嘅平安，因為掃羅冇再追殺佢哋啦。咁咧信徒咧好堅固啦，敬畏主，同埋咧有聖靈嘅幫助，好多人咧信咗主喎。呢個係咪教會今日好渴望嘅畫面啊？咁你諗下，作為一個教會領袖、一個牧者，阿彼得下一步應該點做咧？係咪應該即刻去建堂、植堂，或者繼續咧去做繼續做好多外展嘅工作咧？頭先大家應該有記得啦。彼得咧之後就做咗啲咩咧？佢四處奔波，去到一個嘅地方叫做呂大。首先我哋要知道當時教會咧唔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有講台、有禮堂嘅喎。當時嘅教會係點㗎？就喺某某嘅弟兄姊妹嘅屋企，佢哋分佈喺唔同屋企聚會嘅。同埋因為咧佢哋受到逼迫啊，羅馬政權仍然喺度逼迫緊信徒，所以呢班嘅信徒係去到唔同嘅地方。咁啊彼得咧作為教會嘅領袖，佢就係要去到唔同嘅地方繼續去關顧呢班嘅信徒，因為呢個係主耶穌親口向彼得講嘅，你要牧養我嘅羊。所以彼得咧四處奔波去到唔同嘅地方咧去牧養。咁咧31節大家留意下呢幾個嘅地方名，你諗起啲乜嘢咧？猶太、加利利、撒瑪利亞，就係主耶穌升天之前向門徒親自講嘅一個命令。佢話聖靈會降臨喺你哋身上，你哋就必得着能力，並且要喺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嘅見證。呢個係主耶穌基督今日俾我哋每一個我哋聲稱話要跟隨耶穌嘅門徒一個嘅命令。
今日我哋有冇忘記咗主呢個嘅命令呢？我哋知道咧，今日大部分嘅信徒，包括牧者咧，都係留咗喺福音已經好飽和、已經好成熟嘅地方，包括北美。咁好多人就話啦，唔係喎，今日好多外邊嘅移民啊、打仗啊、難民都嚟到我哋當中，我哋有好多福音工作要做嘅喎。冇錯，我哋今日喺加拿大都好多福音工作可以做，但係根據一啲嘅數據話俾我哋聽呢，而家全球住喺未有福音群體嘅地方呢，大概有30多億人。而家全球有83億人，即係佔咗呢個嘅人口呢40%，仲未有福音、未有教會嘅地方。但係喺當中服侍緊嘅宣教士、牧者，你估有幾多？只有3%，即係100個人入邊有97個就住咗喺一個已經好多福音、好多教會嘅地方，只有3個願意走出去，去到呢啲嘅宣教嘅工場。究竟有乜嘢係攔阻咗我哋去遵守上帝嘅命令，將福音帶到去地極呢？今日我相信其中一個原因係怕改變。人好怕改變嘅，好怕離開我哋咧熟悉嘅環境，我哋熟悉嘅群體，去到一個咧你未去過或者都唔知嗰邊安唔安全嘅地方。因為咧你唔可以再靠你嘅人生經驗，唔可以再靠你嘅學位，唔可以再靠你嘅人脈去做好多嘅事情。咁人就會有好多不安啦，好多嘅顧慮啦。其實彼得怕唔怕呢？你諗下，當時佢要四處去奔波，怕唔怕呢？雖然話教會有平安啫喎，但我哋知道羅馬嘅政權仍然迫害緊唔同嘅信徒，即係好多嘅信徒。所以彼得要走出去呢，唔單止怕改變喎，佢仲要怕有生命危險。但係呢，彼得選擇走出去，因為佢視上帝嘅命令過於佢自己嘅安危。所以咧，彼得咧選擇順服神，佢睇上帝嘅使命高過一切。我哋知道彼得最後嘅結局係點啊？就喺呢個尼祿王手下殉道。今日我哋都怕改變，我哋好怕離開我哋嘅安舒區。但係咧，好多時呢個怕咧成為咗我哋信仰成長一個好大嘅障礙。4年前我哋咧嚟加拿大之前咧，其實我係未嚟過加拿大嘅。咁你話怕唔怕呢？咁啊當然唔怕安危啦，因為呢度應該好安全嘅。咁但係怕啲乜嘢呢？怕適應啦，怕小朋友佢哋即係會唔會好多嘢唔慣啦？亦都怕嚟到會唔會自己唔知做咩好呢？即係好多啲嘅害怕。但係有一樣嘢我哋睇見呢，就係上帝帶咗好多人從香港飛到嚟加拿大。呢個係我哋睇見上帝要我哋喺度牧養呢度嘅信徒。然後2年前呢，我哋又喺西邊嘅教會呢搬到嚟東邊教會喎，又要派一輪啦，又要適應一個新嘅教會啦，適應一個新嘅學校啦，適應一個新嘅群體。但係我哋見到嘅呢，原來喺呢個東邊呢個地方呢，好多華人。原來對兩個仔嚟講，佢哋嘅適應更加容易。另一個呢，就係我哋睇到喺呢度呢，唔單止有新移民嘅香港人喎。亦都好多新移民嘅唔同嘅國籍嘅人都喺度。喺我哋教會而家成佛呢，我哋就有機會服侍一啲係伊朗嚟嘅婦女。原來呢個係上帝嘅計劃，我哋唔需要怕，只要我哋咧信服上帝嘅計劃，我哋呢啲嘢就唔需要再憂慮。咁我哋一直咧好鼓勵咧信徒咧去參與宣教嘅工作。好多去過短宣嘅人都翻嚟分享，佢話你去過短宣你就知道乜嘢叫做真正依靠上帝。今日我哋喺自己嘅環境，我哋好熟悉，好多時我哋嘅信靠唔係真係真正依靠上帝，只係靠我哋過去嘅經驗。但係咧去到一個陌生嘅地方，你唔再可以靠自己，你就先係真正嘅去搲住神。今日咧好多嘅北美教會咧，我哋都知道好多牧者唔足夠嘅地方，係啦，好多嘅教會都話要揾牧者。但係當我哋去到外邊咧，我哋特別去南美洲咧，我哋見到嗰邊嘅情況更加嚴峻。好多嘅教會嘅牧者已經退咗休，呢啲好多都係宣教士，佢哋已經去到70、80歲，佢哋真係要離開佢哋自己嘅崗位，但係咧冇人去接棒。咁所以呢啲嘅教會咧，因為冇牧者，咁就出現好多人事問題啦、分裂啦，好多咧喺教會入邊成長可能
20-30年嘅信徒，因為咁呢，流離失所，冇咗一個信仰嘅群體。今日我哋都希望我哋繼續咧去為眾教會去禱告，求上帝繼續差派我哋當中嘅牧者領袖，可以去到呢啲嘅地方去繼續做牧養嘅工作。我都好希望大家咧為到我哋下一代，我哋新嘅牧者、新嘅領袖，佢哋願意走出去，因為呢個係主耶穌嘅吩咐，我哋要將福音帶到去地極。咁啊，除咗我哋怕改變呢，咁啊，我哋再睇下呢，彼得呢又發生咗咩事咯喎？去到呢個呂大之後，咁去到呂大呢，佢就話啦，佢遇見咗一個呢臥床8年，名叫以利亞嘅癱子。經文記載呢，彼得呢係遇見呢個嘅癱子，佢個名呢，以利亞呢，佢有值得讚賞嘅意思喎，話一個好好嘅名係咪？但係同佢嘅命運好似唔係好配合。一個癱子會唔會有人去讚佢呢？有啲聖經學者咧研究估計，呢個癱子有機會係因為中風，所以佢唔能夠再走路，就變成癱瘓咗8年。咁經文話咧，彼得係去遇見呢個嘅癱子。原來遇見呢個字咧，我哋成日都話可能撞到嘅啫。原來遇見呢個字咧，亦都有揾到或者尋找嘅意思喎。究竟彼得係特登去揾佢啊，定係咁啱路過呢？但我相信，如果一般猶太人路過見到以利亞，你估佢有咩反應？掂行掂過啦，唔會再望佢啦。因為喺佢哋嘅習俗，唔係喺佢哋嘅信仰觀念入邊呢，身體有殘疾嘅人呢，係因為犯咗罪俾上帝懲罰，所以猶太人係唔會去接觸呢啲嘅身體有殘疾嘅人。但係咧，經文記載咧，彼得咧唔單止去接近佢，佢仲走去同佢講説話喎。彼得咧就同佢講啦。佢話耶穌基督咧已經醫好你啦，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啦。其實以利亞有冇提出請求啊？佢冇叫彼得醫佢嘅喎，點解無端端彼得要講呢句説話呢？你想象下以利亞當時佢嘅狀況，佢已經癱瘓咗8年，佢有冇諗過自己會好返？佢冇諗過佢自己有一日要好返，所以佢完全冇諗過彼得可以幫佢做啲乜嘢。喺家人、喺朋友，就算喺佢自己眼中，佢都唔會覺得自己再有啲乜嘢嘅貢獻，對社會有咩嘅幫助。原來呢，當時呢，上帝冇放棄過以利亞，即使以利亞放棄自己，上帝都冇放棄佢。上帝透過彼得講呢句嘅説話，係耶穌基督醫好你，強調呢個力量係出於主耶穌基督，然後就叫佢啦，起來收拾你嘅氈子吧。佢叫佢自己收翻自己坐嘅嗰張氈褥喎。原來起來呢個字喺呢度好有意思，喺8節經文入邊咧出現咗5字咁多。而起來呢個字咧，亦都可以解做承擔責任、興起同埋復活嘅意思喎。起來呢個字對以利亞係一個好震撼嘅字。你諗下，呢8年有冇人叫過佢企起身呢？我相信冇係咪？冇人咁玩佢咩？係咪？明知佢已經癱瘓，點會叫到佢起身呢？莫講話要擔起自己咩責任，佢連自己坐緊嗰張嘅氈褥佢都攞唔起。咁但係彼得叫佢，你要起嚟收拾你自己坐緊嗰張氈褥。我相信當時以利亞有機會咧係喺路旁等人施捨佢過去嘅生活，又或者佢係可能喺朋友屋企要靠人哋照顧，因為佢冇可能照顧自己。相信呢個地方唔係佢自己嘅屋企。喺呢個情況，你想象下，以利亞被要求去做呢個嘅行動，執起自己嗰個氈子，其實係表示彼得同佢講，你要負翻起自己嘅責任。我哋每個人都希望被需要嘅，有冇呢個諗法？我哋唔係需要別人，我哋係希望俾人需要。我哋希望人哋覺得我有價值，有生存嘅意義。以利亞嘅名字係值得讚賞，佢都希望自己俾人讚賞。但係對以利亞嚟講，呢個命令會唔會好難呢？佢已經癱瘓咗8年，要佢企起身。如果俾你夠唔夠膽企起身？可能你都會好猶豫，我會唔會冇咁嘅能力㗎？哇！如果企唔到起身，哇！失敗咗又會俾人笑喎，費事俾人話我不自量力啦。但係經文話，以利亞嘅反應係咩啊？好嘛？
我特登 highlight 咗，佢話佢立即應聲而起喎，一聽到個命令就即刻起身。點解佢可以冇猶豫呢？冇顧慮嘅咩？我相信佢呢可能聽過主耶穌叫人復活嘅神蹟，或者佢都聽過彼得行過好多嘅神蹟，同埋彼得同佢講嘛，係耶穌基督醫好你。佢知道呢個能力唔係出於佢自己，但係耶穌基督俾呢個能力佢，所以呢，佢因着講佢能夠企起身。第二個害怕，我哋好多時呢阻礙我哋成長嘅呢，就係怕失敗。我哋好怕失敗，好怕呢俾人笑，好怕呢對唔住自己，對唔住人哋。所以好多事情呢，我哋唔敢嘗試，亦都唔敢承擔一啲嘅責任。喺呢度我哋睇見以利亞佢嘅改變，叫佢能夠咧成為一個嘅見證。今日我哋都好啲嘢可能會令我哋怕嘗試，因為我哋怕失敗。你想象下，如果當日以利亞因為怕失敗，佢可能唔會經歷到呢個嘅神蹟，然後身邊嘅人就冇機會信主。然後呢，我哋就要諗啦。今日我哋都好多嘢害怕，我哋怕失敗。但我哋知道今日，如果你話你真係真心相信主耶穌，你真心倚靠主耶穌，你知道你嘅生命已經唔係再係屬於你自己，係上帝住喺你生命入邊。所以你做嘅每一樣嘢，你生活嘅每一日，其實都係主耶穌嘅生命喺你裏頭。咁我哋仲需唔需要怕失敗呢？我哋唔係再靠我哋自己能力，而係靠呢個好愛我哋嘅主耶穌，佢俾我哋有呢個能力。經文咧提到以利亞癱瘓咗幾耐啊？8年。然後咧佢起翻身咧，就好多人信咗主咯喎。咁我就諗啦，點解彼得唔一早去叫到佢企起身，癱瘓第二日即刻企起身，然後即刻好多人信主咪得咯？點解要等8年呢？有冇諗過啊？8字係咪中國人一個好喜歡嘅數字？需要等8年咁耐呢？咁我諗起呢，馬太福音咧咁樣記載過。當時咧，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喺會堂裏教訓人，宣講天國嘅福音，又醫治各樣嘅病症。他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於是就對呢班嘅門徒說：要收嘅莊稼多，做工嘅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嘅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今日全球各地仍然好多地方等緊彼得去醫治，好多嘅地方好多人，佢哋未認識主耶穌，又或者佢哋聽過主耶穌，但係唔係好知道究竟乜嘢叫做信耶穌。喺2022年呢，我哋差會呢第一次接觸一個嘅工場喺哥倫比亞叫做麥德林嘅地方。咁原來呢，早喺2016年呢，巴拿馬一間嘅華人教會呢，佢哋已經見到呢好多嘅華人呢去到呢個嘅地方麥德林呢個地方呢去開餐館，去做好多嘅小買賣，因為呢，佢哋都喺國內嚟到喺嗰度呢去揾一個安定嘅地方。佢哋好勤力去工作，但係呢就引申咗好多嘅問題，婚姻啦、親子啦，甚至身體嘅問題。咁呢間嘅教會呢，就見到呢個嘅情況，佢就向身邊嘅教會甚至北美嘅教會呢，去發出呢個嘅呼籲，你哋可唔可以派人嚟去做一啲嘅福音工作？咁呢喺2022年呢，我哋就差派呢唔同嘅華人教會喺加拿大、喺美國就出發去到當地去做一啲報道嘅工作。咁但係呢，我哋一路都未等到有宣教士、有牧者願意留喺當地去做牧養嘅工作。所以呢，每一年我哋都有幾隊嘅短宣隊，但係呢，一路都未有華人教會去成立。咁但係我哋相信，如果呢個係上帝嘅心意，上帝一定會預備。我哋嘅工作就係去繼續去服侍呢度嘅華人。咁喺2025年，咁呢上一年呢，有一隊嘅美國短宣隊喺馬里蘭州特別過去嘅，就帶咗嗰度呢有2位嘅弟兄新信主嘅。然後喺當地租咗一個酒店嘅房間，開始咗歷來第一次嘅華人崇拜。對呢4位嘅信徒嚟講係一個好大嘅喜訊。上帝睇見呢個嘅喜訊，睇見呢個嘅進步。喺2026年今年，我哋終於等到啦，
有一對佢有宣教經驗嘅夫婦，佢願意去到當地去服侍呢班嘅華人。佢哋過去7年喺秘魯嗰度去服侍華人，今次佢願意踏進去呢個嘅地方。喺2026年今年嘅5月20號，新鮮熱辣，佢哋咧就租借咗一個嘅地方，成立咗第一個華人信仰嘅呢個嘅聚腳點。對當地華人嚟講，對差會，對每一個喺加拿大參與過短宣嘅弟兄姊妹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喜訊。但係環顧四周，今日到處都有呢啲嘅需要。究竟我哋應該點樣去服侍呢？人就呢一個啦，我哋去邊度好呢？作為差會，我哋嘅目的就係希望差派宣教士去到未有福音嘅群體。但係當我哋去到唔同嘅地方，發覺頭先我講過，去到南美洲，佢哋冇咗牧者。佢哋又好需要教會差派人去到當地去牧養呢啲嘅流離失所嘅信徒。喺呢個時候，我哋都要求上帝話俾我哋聽，下一步應該做啲乜嘢。正如經文繼續講啦，彼得帶領咗呂大呢班嘅信徒信咗主之後，其實都好多牧養嘅工作㗎喎，佢要訓練佢哋做門徒㗎嘛，係咪？但喺呢個時候，有一班嘅人喺另一個地方就嚟揾彼得啦。就喺呢個嘅約帕嘅地方，有一個嘅信主嘅女信徒啱啱過咗身，所以呢班信徒咧走嚟揾彼得，希望彼得能夠過去幫忙。如果你係彼得，你會點選擇？呢度有一紮人啱啱信咗主，要等緊做信徒門訓栽培，仲未受浸。但係嗰邊有一個啱啱過咗身嘅信徒，如果我估啊，大部分人都會留翻喺度。因為呢度嘅果效更加多嘛，起碼有10個8個，但係嗰度咧唔知道有冇人信主㗎嘛。但係彼得點樣做選擇呢？我相信聖靈係喺當中係帶領住佢，彼得毫無猶豫咁樣就跟咗呢班嘅信徒去到約帕呢個嘅地方。咁咧呢個嘅事件咧，令我都諗起咧喺傳道書有一節嘅經文，對我都好深刻、好大嘅提醒。佢話咧，名譽強如美好嘅膏油，人死嘅日子勝過人生嘅日子。往遭喪嘅家裏去，強如往宴樂嘅家裏去，因為死是眾人嘅結局，活人也必將這事放在心上。當我咧做咗傳道人之後咧，呢節經文對我好大嘅幫助同提醒。我相信大部分人咧都係希望去飲宴多過去喪禮。人對死亡咧往往係有啲嘅抗拒。唔係好想接觸嘅，但係咧，當我去回想翻，我諗翻起每次當我哋去到飲宴啦，去同主人家咧公賀嘅時候咧，往往只係錦上添花，因為主人家已經興奮㗎啦嘛，就算你去公賀，佢都係興奮多少少。但係當我哋去到一個遭喪嘅家，去到一個嘅喪禮上面，我哋對家人嘅問候，我哋係代表着主耶穌基督嘅關心。有啲嘅喪禮，有啲嘅親友，其實我哋都唔認識。但係佢知道我哋係代表教會去，我哋係代表主耶穌基督去關心呢個嘅家庭。我哋嘅陪伴，我哋嘅問候，其實係勝過千言萬語嘅教導。所以感謝上帝去留低呢啲好寶貴嘅話語，成為我哋今天嘅提醒。經文咧就話啦，彼得咧去到呢個嘅地方叫約帕。約帕咧就係今日喺以色列第2大城市特拉維夫喺海邊嘅城市。而呂大咧就係喺比較中心啲嘅位置，一個叫做古城嘅羅德，兩個地方咧大概18公里。考下大家，即係揸車要幾耐啊？18公里，10零分鐘，係啦，揸車20分鐘啊！但係當時唔會揸車嘅，當時行路行幾耐咧？嚇？1個鐘啊？哇！你行得快，咁又唔使齊嘅，4至5個鐘。我相信當時班門徒好急。所以行4、5個鐘行到啦。咁咧經文記載咧，佢話呢個女信徒咧，佢個名咧叫做話本就叫大比大啦，呢個就叫大比達，係一個亞蘭文嚟嘅喎。亞蘭文即係以色列人佢哋嘅家鄉話，而佢都有個希臘名叫做多加，名字咧係有羚羊嘅意思。羚羊係一個咩動物啊？就係好機靈嘅。佢話佢嘅視覺，即係眼睛都係好敏鋭，一個好美麗嘅名字。但係今日呢個美麗嘅生命啱啱因為病死了。當時咧，其他嘅門徒咧
就將多加嘅身體咧洗乾淨，放咗喺呢個樓上，然後咧就趕住去揾彼得。咁我就覺得好奇怪，既然人死咗啦，做乜要咁講呢？咁然後咧，即係翻查下即係一啲嘅資料咧，發覺原來咧當時猶太人嘅習俗咧，當一個人死咗之後咧，佢哋會將佢嘅屍體洗乾淨，然後喺24小時內咧就要埋葬，因為驚佢腐爛。所以呢班門徒咧，有可能係聽過主耶穌基督叫死人復活嘅神蹟，亦都知道彼得啱啱醫好咗個癱子喎。咁所以咧，佢哋好渴望彼得有機會嚟到叫多加復活，所以佢哋就要趕住去揾彼得啦。喺呢個屍體腐爛之前，一來一回起碼要8個鐘10個鐘，所以佢哋係分秒必爭。咁咧經文就記載啦，當佢哋揾到嘅彼得嘅時候咧，彼得咧就隨從他們咧一齊翻到去呢個嘅約帕呢個地方，然後就帶佢上樓。喺當時咧，呢班嘅寡婦已經喊得好厲害啦，而且咧佢哋攞住咧多加生前咧幫佢哋做嘅衫啊，俾阿彼得睇。佢話俾阿彼得聽，呢位姊妹好好㗎，對我哋好有恩情。然後咧，我哋估計當時咧呢個多加本身可能都係一個寡婦嚟嘅，因為當佢甦醒之後咧，佢冇話佢係有家人嚟探佢，而係叫班門徒寡婦嚟望一望佢。同埋如果佢真係有自己屋企咧，佢應該唔會喺呢班寡婦嘅生活一齊，即係將個屍體放喺佢哋嘅樓上。如果本身一個寡婦，其實佢都係要受人幫助，佢冇能力出去揾嘢做，但係佢卻去幫助好多好多嘅寡婦。我相信佢嘅生命都感動到彼得，所以咧，彼得當時咧就叫呢班嘅寡婦，你哋慢慢，你哋唔好行。佢咧就自己一個咧就去到房樓上嗰度咧去禱告。其實面對死亡，我哋個個都驚，係嘛？我哋唔敢講自己唔怕死亡。彼得都怕死亡，彼得都唔知道自己有冇能力叫多加復活，佢只有禱告，去仰望神，去望向神，佢希望主嘅旨意成就。聖靈唔單止帶彼得去到多加嘅身邊，佢更加俾能力佢叫多加復活。彼得帶咗呢個能力，佢就大聲咁就叫佢啦，大逼達喜樂。喜樂呢個字再次出現，頭先講過喜樂係有復活嘅意思。咁咧呢段經文咧，如果我哋仔細去睇咧，對比起癱子阿以利亞嘅經歷咧，嗰個起翻身嘅經歷咧，彼得使唔使走去扶佢起身㗎？唔使㗎喎。但係你留意下呢節經文入邊咧，佢提到彼得要走去扶多加起身嘅。咁我就諗下，可能多加係年紀比較大，可能一位長者，所以咧體力冇咁好，佢就去扶佢起身。咁如果呢個係咁嘅話咧，我睇見上帝冇因為多加已經係一個老人家，佢唔救佢，冇叫佢復活。即縱然多加喺地上嘅日子可能得返好短，但係上帝仍然使用多加嘅生命，叫佢復活，成為多人嘅見證。今日我哋唔好輕看每一個生命，特別係我哋嘅長者事工。我感恩我見到加拿大好多嘅教會咧，都好關心長者，佢哋會去到長者大廈啦，去到護老院啦，去做一啲嘅福音工作，有聚會啦，同埋帶領佢哋有聖餐，同埋帶領佢哋信主。我公公咧信主嘅時候咧86歲，都大過你哋好多人，86歲先信主喎。但係我老公嘅婆婆更加勁，佢係99歲信主，佢仲要喺仲未信嘅親友面前接受水禮，然後咧佢信主之後冇幾耐咧，佢就返天家啦，而家喺天堂度等我哋。雖然佢已經離開，但我相信佢嘅生命見證係成為佢嘅屋企人、佢嘅親友好多好大嘅祝福。咁2年前我老爺奶奶佢今日都喺我哋當中。佢哋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佢哋都決志信主。我相信咧，太婆佢嘅見證能夠繼續去影響緊佢嘅後人。面對死亡，我哋個個人都好害怕。但係經文話俾我哋聽，只要咧我哋望向神、仰望神，我哋就有呢個永恆嘅盼望。我哋知道死亡係只不過係一個嘅終點站，中轉站。係啦，死亡只不過係永生嘅門口嘅開始。
咁咧喺經文入邊咧提到啦，喺呢個嘅多加復活之後咧，呢、個事件有傳遍去約帕，好多人咧因為咁就信咗耶穌，信咗主。多加嘅復活咧傳遍咗呢個嘅整個嘅約帕，彼得信服聖靈嘅帶領，佢讓人睇見復活嘅大能，連人最怕嘅死亡佢都能夠戰勝。今日我哋仲有乜嘢害怕呢？講翻頭先，我話呢個世界好多嘢叫我哋害怕，我哋每一日都好多嘢擔心。但係呢段嘅經文提醒我哋唔需要懼怕，我哋可以起來，我哋可以承擔責任，我哋可以都同樣經歷呢個復活大能呢個嘅能力。只要咧我哋信服神、信靠神，同埋我哋仰望神，我哋就有呢個能力去面對我哋嘅明天。我哋一齊有個禱告啊！一下我邀請咧各位咧喺座位上面去禱告，你自己咧去話俾天父聽，你而家生命有啲乜嘢係需要改變，有乜嘢係害怕嘅，求上帝俾你有呢個能力去信靠佢，面對你嘅明天。另一重禱告，慈愛天父，感謝你，感謝你今日透過彼得嘅行嘅神蹟，讓我哋睇見縱然癱子、縱然死去嘅人，上帝都能夠有能力叫佢哋再次企翻起身，再次復活。上帝，今天我哋都好多顧慮，好多會令我哋害怕嘅事情。但我哋求上帝俾我哋有呢份嘅信心，我哋係信服上帝你嘅命令，我哋依靠上帝你嘅大能，我哋都係仰望上帝你永恆嘅生命，以至我哋今天我哋有能力，我哋有信心，我哋有愛心去過每一日，係喺地上繼續成為主耶穌你嘅器皿，成為多人嘅祝福。我哋感謝天父，你聽我哋喺你面前同心嘅禱告，奉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祈求，阿門。主日崇拜8月份嘅程序同埋事務表已經喺第9頁，請有關兄姊到時出席。
林牧師嘅假期係8月29日至到9月5日。同道如果有咩事請同教友大會主席嚟站威嚟嘅周劉林秀華聯絡。第10頁同埋第11頁咧，繼續有聖經約伯記嘅研讀。補充報告咧係歡迎啲新朋友喺我哋當中，咁咧特別咧係要歡迎咧係啱啱嘅講完嘅老爺同奶奶，係咪咁啊？係江敏居同埋咧江玉娥夫婦嘅嚇，咁咧佢嘅兒子咧，鄺前道咧係佢夾側邊嗰度嘅嚇，咁咧仲有咧係佢兩個孫咧俾人捉咗去第二書，佢學中文啊，將佢兩個咧係阿程希同埋咧阿仲希咧，佢哋嘅中文名咧係要學下點樣寫啊，我哋派咗個多倫多書法協會嘅會長去教佢㗎，好嚴重㗎嚇。咁喺呢度咧就係特別嘅，大家見到兩個小朋友，我哋去問下佢寫成點嘅，就喺呢度咧特別嘅咧係歡迎佢哋嘅一家人喺我哋當中。咁亦都咧再一次嘅係多謝咧係阿 Michelle 係喺我哋當中咧為我哋宣講呢一個嘅福音。亦都俾我哋好多嘅鼓勵，其中嘅一點咧，我自己咧係感受嘅，就係咧，你如果有兩件事，你去邊件事咧？11年前咧，我就係啦，去見呢個官咧，抑或去見一個喪家嘅家人咧，結果咧，我去咗呢個喪家嘅家人嗰度。得罪咗嗰個官，結果咧受到好重嘅教導，但係我今日受到一個好大嘅安慰、加油。第二個咧，我哋要歡迎嘅係我哋嘅另外一位朋友喺我哋當中，係Rita 嘅一個朋友佢帶嚟嘅，咁咧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一齊嘅咧係去崇拜嘅。咁大家咧都會覺得好奇怪咧，牧師8月尾先放假，咁早就登咗咧，咁因為咧係排咗個版上去。所以下個禮拜咧，可能就唔再報告嗰一行因為咧個篇幅唔夠擺咧，就擺咗上去；篇幅夠擺嘅時候咧，就會褪咗出嚟。下一個禮拜嗰個報告咧，就會係9月、10月嘅講員，同埋咧係佢哋嘅事奉表擺上去。因為我哋嘅週刊咧係咁樣擺法嚇。咁喺呢度咧特別多謝大家。另外一樣咧就係咧，我哋教會咧係頭先都講到有一啲地方係好需要我哋去幫助嘅。咁咧我哋每一個月咧都會去Gibson， 即係華人基督教會近住呢個Warden 同埋 Steele 嗰間禮拜堂嗰度咧，係叫 Gibson Centre 嗰度咧，我哋係會為佢哋嘅食物銀行咧係購物嘅，但係堂會咧決定咗咧，因為咧係我哋每一個人嘅年紀比較大啦，咁咧就係攞唔起啊，咁所以上個禮拜咧，本來我哋要買成700蚊嘅嘢咧，結果嗰班人咧冇力啊，買得200幾蚊，佢話抬唔喐喎，咁結果咧就係、堂會咧就決定，以後咧如果係有弟兄姊妹咧，你哋有心，你哋可以擺上奉獻，
然後我哋每一個月咧會為呢一個 Gibson 暫時定咗呢一個食物銀行嘅中心咧，係俾佢哋一啲嘅係奉獻幾多咧？稍後唔話俾你哋聽先。就我哋係有一個 budget 嘅，咁但係咧係主要咧係喺堂會咧係會決定，咁我哋會寫支票俾佢咧係去作為佢哋去購物，然後去幫助一啲有需要嘅。咁我知道個個中心都係幫助咗好多喺伊朗或者係喺呢個烏克蘭等等地方嗰啲難民咧，佢哋去幫助佢哋需要嘅。大家咧，如果你自己有啲食物你又想捐佢咧，你都可以放咗喺佢哋嘅食物銀行個箱嗰度。但係咧喺度，我已經提咗成30年㗎啦。有好多人你屋企有好多罐頭，有好多食物，但係過咗期嘅，唔好捐出去，留翻你哋自己食啦。你自己都唔食又點解要俾人哋食咧？我係以前間禮拜堂咧，我一見到就咁㗎啦。因為咧咁樣係頭先我哋講到有愛心先得㗎嘛，係嘛？咁我哋咧就要睇下，唔好過期。但係咧就你話唔係喎，我喺超級市場嗰度買喎，啱尋日買㗎。請注意，超級市場嗰啲食物咧，逢係大減價嗰啲咧，梗係唔得2個禮拜到嘅啫，甚至1個禮拜嘅，嗰個食物咧就會過期㗎啦。所以拎翻你屋企咧，又放咗1個月之後咧拎出嚟，咪過期咯。所以咧，我哋嘅多謝大家，咁但係留意一下好啦，我哋一齊嘅同唱3一頌。因為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誰與我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阿門。散會之4時近主歌。